2021嘉义大地震，市府团队伫第一时间启动了应变，协助灾民来撤离，设立临时避难收容的处所。一直到2月17日，提报受损的房屋总共有4291户，已经评估的红单有477户，黄单1333户，其中还未评估的还佫有228户。市府18号下午，伫2位副市长的主持，带领相关局处来说明灾民的安置，甲着重建修复的方案，包括重建修复的补助以及受灾户租金的补贴等。其中市府已经空列12.5亿重大灾害赈灾捐款户的款项要来协助。我们现在是针对红黄单，才有给这个所谓损害评估之后的补助。那依照我们现在灾害的这个重大灾害专户的剩余的部分是15亿8千多万。那扣除掉我们对于0206生活辅助的相关计划，加上安平的这个海沙屋的部分的相关计划，可能要保留应该是2亿多，接近3亿的经费哈，2亿8千903万左右的经费要保留，就是让它的相关计划可以持续进行。那所以我们现在框的这个危险建物的补助是12亿5千万。那12亿5千万就是善款给公务局针对我们民宅的部分所提供的协助。那这个协助不会是100%，一定是大家要斟酌，就是说它的修缮的部分，我们是希望它能够修复到它原来的一个状况，让它可以入住，而不是修一个新的给它。住宅补贴的这个部分，你目前有去登记？有登记需要有这些所谓的租金补贴的部分，但是目前大概不到300户，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记者会呼吁，我们未来这些灾民们如果有需要租金补贴的部分，可以就近到我们区公所去做相关的一个登记。那另外，刚刚我们社会局郭局长也特别提到，目前已经预注到我们的所谓的南水署的宿舍的这些灾民。你随时有找到适当的可租的房子，你随时可以离开。那离开之后，你就可以开始去申请相关的租金补贴这一件事情。所以大家不用说，因为我们现在跟灾民的合约是6个月为一期，可以再续租那但是这个部分就是有一些灾民担心说，我6个月还没住满，但是我想要去我有更好的一个租的地方，那是不是可以随时离开？那这个部分的确是可以的。副市长表示，目前受灾户较烦恼的，就是雨顺的紧急评估，民众有异议申请扶贫的部分，因为要等待专家来组成扶贫的小组，处理扶贫的作业，原则上1礼拜内会来组成。另外租金补贴的部分，市府嘛追溯到1月2日。至于吕博园安置搬迁的住户，虽然一期的签约是6个月，但如果受灾户有更好的安置租厝，嘛会用来解约，并且申请租屋的补贴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